基於學習設計及學習分析的21世紀學與教智能系統 IDEALS， 以智能系統提升課程設計專業，促進學生21世紀能力的教與學。首先，系統能夠讓老師以堅實的學習理論基礎，設計有意義嘅學習旅程。學習設計三角形理論輔助老師設計學習時，先考慮預期學習成果、真實情景實踐及教學法。從整個課程組件嘅順序可以睇到學生喺過程中嘅真實情景實踐步驟同埋學習重點。喺設計過程嘅唔同階段都可以用上 LTS 小助手。小助手會提供建議，老師可以點擊有用嘅建議，便可以將建議加入學習設計。LDS Gen AI 聊天機械人可以同用家對話，提供貼心專業意見。設計師儀表板顯示設計分析，例如畫面上嘅學習任務類型分佈，並提供建議同埋提示，讓到老師可以修訂有關設計。喺設計裏邊嘅電子學習工具會喺系統中嘅電子學習管理平台呈現，學生便可以利用電子學習管理平台嘅工具輔助學習同埋管理學習。學生透過系統進行學習，例如觀看影片後答題，喺討論區匯報實驗結果，喺討論區發表意見同埋互評，進行測驗作自我評估，亦可以用工作坊功能作同齊互評。除咗評論，仲可以 upload 啲嘢，upload 我哋嘅功課。我一打開就有，我覺得都幾方便。以前可能要用紙嚟即係用紙嚟評價對方，可能就會冇咁環保啊。依家用網上嚟評核之後，就可能方便或者快咗。例如咧，即係佢左邊有一排嘢可以幫你快啲咁樣揾到你想要嗰個，即係你想要做嗰個 project。同埋如果你覺得嗰度太多嘢嗰時咧，你可以撳嗰個縮小掣，即係等佢縮成一嚿。當你想用嗰時再撳佢咯。同埋嗰啲咧，佢有個即係咧，你未做完嗰時咧，佢會顯示嗰個未做完嘅，就係好白色嘅係灰色嘅。跟住當你做完嗰時咧，佢就會顯示綠色，咁樣就更方便咁樣變換咯。教師可以用 IDEALS 系統管理學生嘅學習過程，並且獲得相關嘅學習分析，以作進一步嘅跟進。Here I want to show you a word cloud because from here we have a summary like this. Everyone, see here. Of your ideas, teach that there are a few different parts and also about the film review. I see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the different ideas. Do you remember characters? What are characters? And the plot. The storyline itself. Some of our students get the passing marks. Okay, 50%. Okay, very good. Okay, it's quite impressive. 如果個學生係做自主學習，佢喺一個過程裏面係不斷咁 monitor 自己，不斷去改善自己嗰個功課之嘅。其實對我哋老師嚟講，咩 exactly 做緊同一樣嘢咯。我哋點樣去睇到呢啲嘅數據，仲有人分析埋俾我哋，然之後我哋就攞住呢啲數據，真係切切實實咁樣講，我哋嚟緊呢個要點樣去改變嘅。咁所以呢一個對老師嚟講，佢呢個修訂咧，其實都係淨係一個調學嘅過程。又甚至乎咧，我哋頭先睇翻嗰一個嘅關係圖啦。呢一個圖咧，其實我哋真係覺得呢個好有趣，因為好 professional 啦，第一係咪啊？我相信冇任何出邊嘅其他商業嘅平台做緊啲嘢。而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有更加多個面向去睇緊到底我哋教學嗰個方法有咩唔同，而到最後喺個課室入邊做出嚟嘅 result 又係點？出嚟咧，我哋會發現啦，可能喺整體咧嘅整體嘅自學能力入邊咧，原來學生咧其實佢哋嘅自定目標咧同埋自我修訂嘅能力比較高。
反而最弱嘅咧係比較自我監控。咁呢個時候可能我就會衍生一個諗法，就係呢個係上學期嘅情況，咁喺下學期嘅時候，我又可以善用呢個 iLab checklist 呢個工具，去幫助學生咧，可能喺呢個時候做每一個過程入邊，都用 checklist 去監控住其實自己每一個進展。另外咧，喺成個課程嘅整體入邊咧，佢都有唔同嘅報告咧，可以俾到我哋嘅。例如咧，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活動報告嚟嘅，咁可以睇到咧唔同嘅學生究竟檢閲你嘅嗰啲資料幾多次啦，又或者咧入咗去你嗰個嘅討論區入邊幾多次啊，留言咗幾多次等等咧，都可以睇得到嘅。可以睇到佢哋嘅活動嘅完成度啦，咁啊入邊咧會有好多唔同嘅 tag 嘅，所以咧見到有幾個人未做咧，都可以好快咁知道啦。然之後咧可以追翻嗰啲同學仔，你要做翻咯喎，你未做晒喎。